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湾第一好艺人换人做咯。富比士杂志来公布到2021年台湾50大富豪的排行榜，排台湾第一好艺是台湾的 A 王，做 AI 的 A 王，丰富实业的张创恩，伊的身价138亿的美金，嘛是台湾唯一一个财产破100亿美金的好艺人，赢过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。那第二名是国泰金控的董事长蔡宏图甲蔡正达两兄弟啊。若讲到这个 A 王哦，厉害伫咧倒位咧？讲伊大港的牌子真多哦，包括这个 Nike、Puma 等等，一年当生产着1亿6000万双的鞋啊，年产值超过1500亿。中国、越南甲缅甸拢有伊的工厂，但是伊做人相当的低调。这间伫咧婚林的工厂，掠伊近看，拢看袂出伊是倒位咧厉害。问当地人才知影，原来头家真无简单。酱料在这里。对，他们是默默的帮助人家。真好，不是袂歹呢。算真好啦。头家就是伊，台湾 AI 王张创恩，领队丰富实业是全世界第2大运动 AI 大工厂。咱穿的 Nike、Puma。差不多拢是因兜做的。休闲的一个恢复，乃至于这些制鞋业的一个成长哦，都是值得大家期待哦。这是为什么挂牌之后能够有所表现，乃至于创造了一个台湾的首富。富比士杂志讲，张创恩毋若伫咧台湾前后做生意，伊创办的华丽实业嘛伫咧中国亲自上市，股价一直起。无怪张创恩家族会当变做台湾首富，身价超过100亿美金，以138亿美金排第一。那第2名是国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、蔡正达兄弟啊，第3名是富邦金控蔡明忠、蔡明兴兄弟啊，鸿海科技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是排第6名。因为台股的一个表现相当的好，可以说是全世界前3名的一个表现，富豪的一个数量是增加了更多。就是因为台湾防疫做得真成功，民众维持正常生活，带动出口成长。这段时间，台股起45%，全台湾好艺人总资产嘛对咧成长1/3，和好艺人的排行榜嘛对咧换人。